呢樣超標，嗰樣超標，我唔想我下半世就係咁過啊！我要揾魔鬼教練，波姐幫我地獄特訓先得。阿霞，想人生轉虧為盈，我波姐絕對唔手軟。教練，我的起心肝跟你練，健康防禦力一定爆燈。加上我公司有醫療保，荷包都有保障啦。危疾保嗰啲嘢唔使教啦。阿霞，醫療保同危疾保嘅功能你都未分清楚，就以為自己嘅防禦力達標？嚇！聽清楚，醫療保險係實報實銷，同你分擔住院同門診醫療開支。危疾保險係一筆過現金賠償，作為財務支援，用途不限，又可以應付醫療開支，同埋用作生活費。佢哋係戰略互補，唔一定二揀一。明白晒啦！仲偷懶，快啲跑多2個圈！